格玛奇努孙杜楚啊巴岛阿岛。对，老师讲是第23题。好，那你要怎么回答？格玛奇杜马阿根。嘛是杜马阿根哈。第2题。是杜二达马鲁嘎苏嘎嘎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的兄弟姐妹也是学生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要怎么回答？乌里基督乌达达马杜。他们也